3. 声音室作品设计同赏析。声音室是暂编第3本史诗，1986年2月，立刊社出版，列入台湾诗人选集全套30册之2。32开本，全书95页，包含扉页题词，均以此书献本好不用来享。台诗、乐、夷诗、木词、三页，诗37首，后记1页，年谱7页。伫后记地度，作者讲，去年来我嘅诗作3万个方向，猜浅意明了，未体一。作者同时谦虚嘅讲，假使我写嘅诗向浅意又无像诗，佢就怪我嘅學意唔精，3萬唔拉。第2冊詩集地度有3首篇幅較長嘅詩，像船在等母體行，描寫1944年11月8日，作者喺太平洋戰爭末期，坐日本船艦慶運業轉台灣，係一首難得嘅海上險嘅詩歌。阿水和阿花用17組詩，採用2人對話嘅形式，描寫青梅竹馬一對夫妻嘅一生人。廖老師嘅素描，廖先強嘅素描，也同樣係17嘅組詩，寫出廖老師嘅身材、外貌、喜好同討厭嘅事情，還有先生對學生嘅理解和期望，帶有作者身為理化先生刺穿嘅性質。詩人這首詩係喺暗示詩人創作嘅使命，用自家嘅真心、真愛同慈悲嘅目的，寫出一首一首嘅溫暖嘅人性嘅詩。佢講，無色透明的火焰靜靜地燃燒着，因此保持了人類的體溫，因此發揚了人類的光輝。同時是共鳴嘅詩聲音室，就得看出詩人運用聲音室嘅工具，理性嘅聲音構成嘅描寫，表現出詩人喜惡感情嘅變化。呢兩首詩最美團寫到，在我嘅理化聲音室地圖，喺我嘅新詩聲音室地圖，聲音就係人生，人生就係聲音。詩人將新詩嘅創作當作一擺嘅聲音，講太多佢嘅人生，未牢記當作係一擺嘅聲音。可見聲音嘅概念、態度同精神，融入了暫編嘅聲音新詩嘅寫作，還有佢嘅人生。用聲音嘅精神，暫編想要寫出嘅就係自信嘅、透明嘅、淺意明白嘅詩，本讀者就得了解透嘅實嘅詩。喺暫編嘅台詩、謠語詩、約童詩、短文地度，也有講到，要發明一種良藥，就要不斷嘅聲音；要創作一首好詩，也要不斷嘅聲音。藥嘅要停停時代進步，詩嘅咪要停停時代前進。聲音嘅精神，一直係暫編從事新詩寫作嘅堅持。